來自台灣10大燈會，每當攏吸引大批遊客觀賞的府城普濟燈燈會，今年邁入第14屆，對廟埕延伸到街巷，展出超過2800帕民眾彩繪高仔燈，主燈叫做“等一個嘛”，邊仔搭上碰餅、紅龜粿裝點，相當有創意。希望用一些新的元素，我們用文化藝術來要翻轉一些刻板的一些宮廟的一些印象。今年請到的是一些年輕的藝術家，在那個歡樂的氣氛裡面，連明年的羊都等不及，想要衝出來。府城普濟燈會是台南每當春節期間的盛事，展期到3月7號，4月份將前往意大利米蘭設計周展出，7月份在日本仙台，透過花燈作品以及體驗活動，讓國際認識台南燈節文化。台灣四大母廟台南古都文化高仔燈彩繪展覽嘛正式啟動，今年跟蒞臨國小合作，在廟的紅牆邊展出60公尺長的高仔燈棚坎。那小朋友的畫作裡面充滿着一個天馬行空，以及他們的創意跟巧思哈。祈福當然啊，也是我們不管在信仰、宗教、禮俗，還有我們文化上都很重要。當中分做4大主題，包括着府城歷史文化再現、呈現古蹟、市街節慶甲傳統景點，用超過2600帕高仔燈，展示台南多元文化，以文化創意點亮城市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